喂 Amy，做乜琴日唔返學啊？哦，係啊，我去咗睇中醫啊。做咩無啦啦睇中醫啊？係咪咩唔舒服啊？我依幾個月 DM 啊，淨係嚟1-2日，啲量又少喎。我最近咧就掛住要做功課同埋考試，所以就冇理到佢啦。我依2個月都冇嚟過 M 啊。咁中醫話你咩事啊？正常嘅月經週期大約係28日，經期大約3至5日，經量大約每日3至4張衛生巾。如果月經週期延後7日以上，甚至3至5個月先嚟一次，就叫做月經後期。月經後期冇處理好嘅話，就可以發展成閉經，即係話超過6個月都冇嚟月經。另外，如果月經量過少，即係整個經期都用唔夠2張嘅衛生巾，或者係經期唔夠2日，就係屬於月經過少啦。月經後期月經過少嘅原因有幾個，第一就係氣滯血瘀，有啲女士壓力大、情緒唔舒暢，或者食太多寒涼生冷嘅食物，都可以導致氣血不通而出現月經延後、月經量過少。呢類女士嘅經血顏色一般都係比較暗紅，而且有血塊，亦都好多時會有痛經。第二個原因就係痰濕，嶺南地區嘅婦女多見濕性嘅體質，加上經常進食一啲油膩生冷嘅食物，容易出現痰濕阻滯。呢類型嘅女士經血質地通常都係比較黏，平時白帶比較多，容易肚屙，舌苔都係比較厚嘅。第三個原因就係氣血虛弱，有啲女士為咗減肥而節食或者過勞，都可以引致氣血虛。另外喺青春期同埋更年期嘅女士，腎氣都相對較弱，都會出現經期延後、月經量過少嘅情況。氣血虛弱嘅女士，經血顏色通常都係比較淡，而且會容易疲倦、頭暈、面色蒼白嘅症狀。哦，原來係咁，咁你應該係壓力大先會咁嘅啫。咁你要點做啊？醫師話咧要我食藥3個月嚟調理月經啊，仲有啲生活上嘅嘢要注意下啊。咦，醫師咧就 send 咗條健康宣傳片俾我參考啊，等我俾你睇下。月經延後、經量過少嘅女士喺經期嘅時候就要特別注意保暖，尤其是腹部嘅位置，唔適宜食寒涼生冷嘅食物，亦都要保持心情舒暢，同埋要有適當嘅鍛鍊，咁樣就有利於氣血嘅通暢，亦都可以食用一啲補血調經嘅食物。以下嘅調經飲品就好適合女士喺月經前同經期嘅時候飲用㗎啦。適合調經嘅飲品就有益母紅棗桂圓飲，材料包括益母草15克、桂圓10粒、紅棗10粒、紅糖1茶匙。方法就係用益母草、紅棗、桂圓加3碗水煎煮30分鐘，最後加入紅糖就可以啦。益母草可以活血調經，紅棗、桂圓可以養血。呢款飲品既可以補血又可以活血，好適合血虛血瘀嘅月經延後、經量少嘅女士。但係就要留意，如果月經提前、經量多嘅女士就唔適合飲啦。